来看家人这场顶礼拜发生的火灾呢，就是因为这厝内底囤大量的杂物，才影响逃生，造成死伤。即马桃园为着要降低这火灾的风险，去年时阵有来通过驻地条例草案，来管理一寡私有的区域囤杂物的问题。上紧今年2月就会开始实施。 家人伫顶礼拜是发生一件半暝的大火，因为民众伫厝内踏满有诶无诶，互抢救真困难，造成住户死伤、含消防员殉职的悲剧。嘛，互大家搁一摆讨论爱囤物件的问题，而且若住户爱囤物件，住伫附近的厝边，除了真烦恼，嘛是真无奈。会不会担心？会啊，前2天彰化社头又是一个垃圾屋啊，就是会火灾啊，会发生火灾，我们会害怕。 那像他这个状况，他除了门口之外，其实里面都是啊，1楼到3楼都是堆满的、啊。会担心，会怕有危险的火灾这样子话。这拼了无偌久，门口的物件都搁塌甲满。桃园市政府伫2020年，伫一间物件塌满的厝发生火灾了后，要去算全市的亲像这种住户是超过200户，所以是透过桃乐资收站做资收物的兑换，也是会当甲市民较加达，互大多数的囤积户已经一步一步甲这物件清出来，敢若剩少数持续伫遐囤物件，目前是定期巡查因囤物件的状况，后果若是影响公众会当执行清理，但是大部分是无法度用强制力来介入。他必须要透过跨机关的合作。那以往的问题，单纯会以清除然后恢复加容的那个状况来执行，但是复发的可能性也非常的高。考虑到现行规范是对囤物件欠明确的规范，桃园市去年通过主体囤积行为处理驻地条例草案，今年1月送行政院来核定，上紧2、3月就会当上路实施。违反者上悬罚3000，而且会当达摆处罚。嘛，甲囤积行为的认定、稽查处理和下机关多元协处，拢公布来纳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